来看台南的永和国小，伫5当前的拆一寡旧校舍，意外去发现着清朝的台湾政权中心台湾兵备道的办公室哦。经过学校甲文化局等单位合作，甲这个古迹拢保存落来。即马嘛，正做全台湾头一间校舍现地保留历史遗迹，提供展示的校园。 来到台南市的永和国小，这看起来新鲜的校舍内底，也有保存超过300年历史的遗址。这一块一块砖啊，都是清朝时代台湾兵备道遗址的一部分。学校就运用这个遗址，甲校舍设计做结合历史古迹展示的校园，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个。觉得蛮酷的，因为这栋校舍就是最近才盖的嘛。那这么新的校舍里面有 古老的文物，我觉得是强烈对比，也蛮新奇的。平常在学校可以看到，就可以来参观古迹，就觉得蛮新奇、蛮酷的。台南市永和国小的位置，无论是明朝、清朝，还是日本时代，伫咧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，拢占正重要的地位。5年前，要甲旧校舍拆掉的时，却意外发现兵备道的位置，市府嘛甲指定做市定古迹，针对保留遗址的问题去改变建筑设计。 身为校友的刘木贤设计师也维持校方和市府的理念，把遗址留落来。先人走过的这样一个文化遗址上面进行我们优质的学习，就有认识我们的市定古迹。从这个古迹又延伸到整个建筑跟外面学校周边的例如文学馆啦、消防局啊、那个 林百货啊，相关的文化古迹做课程的结合。迄当时挖出遗址了后，文资处在施工的期间，嘛开始做老师的培训计划，带老师实践去参访考古的现场，了解考古的相关知识。嘛，伫咧校内课程加入文化资产和考古相关知识，互校内的文化资产有新的性命和使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